Fantastic！其實節奏呢樣嘢係，我覺得咁多元素裏邊係最感動到人嘅一樣嘢，因為即係我哋個個都認識㗎嘛呢樣嘢，即係一、二。譬如講嘢係啦，行路又係。其實好多時生活上面節奏，我哋都不知不覺間被節奏所影響，而我哋唔知道咯。咁我以前就會覺得好多聲音咧，就係聲音就係聲音咯，落雨就係落雨咯。但係而家有陣時可能有啲雨水滴咗落去又唔同嘅發出嚟嘅聲響，我會覺得好似一個節奏咁咯。有越過高山，有越過谷，忍者身體似飛機，天空任意飛，正直善良寧靜，令人哋歡喜。讓兩眼睜得圓圓合近那小嘴，引起面貌蒙起了臉腮也脹起。做惡人靈敏，身手快似電光去，捉壞蛋身招古怪，好比玩把戲。談話似詩那樣禮貌又神氣，小孩子最友善，與你做朋友，忍者喜歡你。節奏響流行曲嚟講係好緊要嘅，我自己覺得係㗎。點解咧？因為節奏就係一個有規律嘅律動嚟㗎嘛。咁如果有歌，你唔跟住一個節奏去摁咧，大家唔會有一個慣性去繼續聽呢首歌。呢首歌想唔想大家有個即係有個習慣繼續聽埋落去咧，就睇個節奏嘅。圓圈加一點，圓圈加一點，下面或之波。即係當然旋律好緊要啦，但係如果你有個節奏，令到個感覺啊首歌好去啊，好 progressing 啊，咁呢首歌會更加吸引到人哋繼續聽落去咯。譬如呢首歌《但願人長久》啦，4拍嘅歌，好慢嘅節奏，係可以咁唱。明月幾時有，把酒問青天。咁係一個好慢嘅節奏。如果我將佢變快咧，就變咗係咁喎。嗱，我重拍已經唔一樣啦。1、4、7，明月幾時有，把酒問青天。已經成件事快咗啦，開始急勁咗啦，我感覺已經好唔一樣。如果首歌好有節奏咧，佢未必一定好夠 groove 嘅，而 groove 係當中可能個節奏上面褪前少少、褪早少少，呢樣嘢機器比較難模仿嘅。明月幾時有，把酒問青天。所以咧，呢3首歌唔同嘅節奏咧，就帶出唔同嘅感覺啦。我哋試下再聽一次，你大家感受下用 phrasing 嘅角度去睇。我就講啲嘢啊，急爽。好多時會同學生講咧，唱歌並唔係淨係用個口，仲有把聲唱。唱歌係用成個身去唱嘅，即係舉個例，你其實企直唔喐，但係彈 swing 嘅節奏你唱唔到歌嘅。明月幾時有，就好似機械人咁啦。把酒問青天，即係你一定要喐。明月幾時有，即係聽嗰個都會搖住咁樣去搖住聽先至好玩。呢個就係節奏嘅分別，令到歌曲嘅感覺唔同。究竟音樂點樣可以令人哋有感動咧？其實可以係好虛泛嘅，但係其實呢樣嘢係喺我哋嘅生活當中，其實都會經常出現嘅。譬如舉個例啦，點解紅綠燈綠燈嘅時候要得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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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咁長啦？而點解佢就嚟閃嘅時候得得得得得得得
得得得，因為點解咧？就嚟閃嘅時候，其實得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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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其實就係一種節奏嚟嘅，係一個明確嘅節奏，同你長響得得得得得嘅分別就係佢係一個 groove 喺度嘅，得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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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而呢個 groove 就係話咩咧？你快啲啦，就嚟完啦。你感受嗰個節奏咧，你就自然就會開心。隻手好腫咯，不過嗱有啲痹啊。而家好啲啦，而家冇咁紅啦。平時打完 conga 成隻手似浮絲咁樣噶。呢個就係 tambourine 啦，呢個咧就係 tambourine 啦，呢個咧就 pandero 啦，唔同噶嗱啲 jungle。跟住呢個係 shikari 啦、sudo 啦、grill 啦，即係有支棍刮下嘅。學過㗎，我而家講嗰啲全部都學過㗎。呢個就係 udu 啦，非洲嘢嚟嘅 castanet。conga 呢個就係非洲鼓啦。我第一次學打鼓就係非洲鼓啦，好靚㗎。我屋企嗰個都係有毛㗎，真皮嚟㗎。我其實睇一個 music show 咧，跟住之後我形容翻嚟俾 Doctor 聽，誒有個聲咧沙沙聲咧，跟住 Doctor 即刻就教。OK， 明白。咁如果加花就係嘣嘣嘣嘣嘣。即係其實音樂應該係眼咧，你可以有手嘅感受，尤其係手鼓摸到個鼓面咧，亦都係耳仔聽幾樣嘢。佢有啲係靠眼睇就即刻學，有啲係靠耳聽，有啲係靠個手嘅動作。即係其實我哋學一樣嘢係，即係有啲人哋呢樣強，嗰樣弱。咁但係唔緊要，學嘅其實係好多方面一齊。我開頭學敲擊樂嘅時候就好多人都話啦，非洲人先有節奏咁響，中國人冇啊。咁其實我方唔係嘅，即係有問題係可能係儒家思想，譬如好似我細個，你攞個筷子敲下個碗，你抹到縮手，冇禮貌咁。佢預先買翻嚟就有水飲。咁以前我可能會覺得我單一學某一種鼓啊就好開心，但係其實原來而家唔係咯，即係 Doctor 係帶咗我去另外一個層面。其實有時敲擊或者即係其他音樂咧，其實係你自己同每一種物件，即係同每一種鼓咧嗰種接觸同埋交流咯。阿 Doctor， 我聽日好多嘢做，我又要去廚房，我又要去超級市場敲。啊，等你做下運動先。呢個低音啊，呢個好低音啊，蘇都啊呢個，死嘅魚係真係冇聲啊呢個，哇好聲啊好聲，哇呢個好聽，嗱呢個就唔好聽啦，好悶啊，好似瞓唔醒咁樣。通常我係想買嘅嘢，我先至會嫌嘅，好似人嘅性格咁啊。嗱呢個冇嘢講啊，呢個幾多嘢講，呢個都幾好聽啊。原來咧車厘子好似騎馬噶，紅豆、綠豆，好勁啊！萬馬千軍咁啊！咁打鼓咧係我一個好意外嘅收穫啦，因為打鼓之後咧，我發覺其實人生唔係應該淨係得工作啦。跟住其實我又發覺其實好多嘢都係有選擇，只不過自己以為自己冇選擇啫。跟 Doctor 打鼓之後咧，我發覺咧就好多噪音係少咗，因為點解咧？因為嗰啲噪音變咗，對於我嚟講變咗一啲音樂咯。Doctor 令到我咧會去探索每一樣嘢嘅聲音啊！呢個嘢係我好意外嘅。譬如我拎起啲嘢飲一沖夏桑菊啦，拎起一包啊，原來夏桑菊係好好聽嘅，唔淨止好好飲嘅。咁我就會覺得搖啊搖啊搖到佢沖咗為止咯。咁其實佢又令我飲得好開心嘅，因為我之前又玩啊嘛，又聽咗啲節奏啊嘛。
Okay, Beethoven. Fantastic。所有嘢之中最難就係 rhythm。譬如打鼓嗰陣時候，可以唔會錯，繼續落去係咪啊？但係你要擺活力落去，擺意義落去嗰陣時候咧，就淨係人做到，機器做唔到嘅。咁如果你喺個感情上邊，你會快少少，會慢少少，會推下、拉下咁樣，等唔等於錯咧？又唔等於錯嘅。Maybe just a little bit longer， 兩個最後的音可以長一點。不要急，不要急 ，bass， 不要急。貝多芬可能不嬲都被人係認為一個 heavy 嘅作曲家，好多鼓啊，有 trumpet 啊，咁係比較爆炸性嘅。但係呢首樂曲係 tender 到好緊要，但係佢係用翻佢寫嗰啲好豪放、好雄壯嗰啲音樂嗰啲手法，咁所以要攞到嗰個效果，攞到嗰個輕而又好 personal 嗰個效果，就係真係好難。係咪呢度轉翻咧？呢度轉翻。特別 strings 嗰啲咧，有啲好明顯即係落弓上弓嗰啲，一睇份譜就明嘅。但係有時咧就唔係咁容易睇得明，所以都有好多 annotation 嘅工作要做啦。我偷雞，唔好偷雞啦，唔好偷雞。我想偷雞嘅方法就係有一隻 DVD， 就係呢一首樂曲嘅，係可能係歷史上面演呢首樂曲最成功嘅一次，其中一次之一。咁我想睇下佢呢度係落弓定話上弓。偷啦！呢個係 Carlos Kleiber， 指揮中之指揮，佢就出晒名。佢要求係排練係好多好多次嘅。佢認為第二樂章一開頭呢度 rum ba bum ba bum ba bum 呢個節奏咧，就係貝多芬可能佢發夢或者行路嗰陣時候喺度講緊佢愛人個名。咁佢愛人個名係咩名咧？佢就話係 Therese。即係 Teresa， 德文 Therese， 但係佢咧解釋咗俾個樂團聽，佢哋做10次做20次都做唔到佢想要嘅效果。佢話：你哋成班人，你而家拉緊係 Marie， 你哋拉唔到 Therese。咁就話我唔知啦，拜拜，走咗。就係為咗呢幾個音。Not very hard. 今日嚟到呢度豪西應該一間民工學校，去幫啲小朋友演出。而家朝頭早8點半都好早。我哋呢個 program 其實對我嚟講最重要就係去做民工學校呢樣嘢，因為學音樂
需要放好多時間、好多錢、好多因素先可以做到一個音樂家。咁啲民工嗰啲細路仔嚟講，就好少有呢個機會接觸音樂呢樣嘢。咁我哋都比較幸運，所以要分享我哋所有嘅嘢咯。那指揮很好玩的，因為你可以快，你可以慢。那看一次。很快嗎？對，也可以很慢的。睡着了是吧？太慢了。有沒有人想出來？先一個女的，然後一個男的，好嗎？越來越慢，你指的時候要心裡面要唱。很好。用感覺，完全是感覺的，好嗎？你要快就可以快，慢就可以慢。我覺得無論係去民工小學或者去 Carnegie Hall 都好，一定要俾最好嘅音樂佢哋，唔可以去揀話我今日俾50分，聽日俾70分，咁樣就永遠做唔成嘅。即係同埋對自己唔住，即係做得呢行一定要有個好強嘅信念，同埋要真係有嗰份情同埋嗰把火喺度。你係想推廣嘅，你係想多啲人聽得到。咁好嘅嘢點解唔俾多啲人聽咧？係咪？淨係韞喺個 concert hall，人哋俾幾百蚊入去，係閂埋嘅門，唔喺裏邊嗰啲咧就俾你排斥咗啦。但係你唔喺裏邊，喺一個博物館環境去，即係所有嘢做得好乾淨，做得好靚嗰陣時候，你就提升唔到你嗰個 level。所以兩樣都要有嘅。呢首嘢就覺得好正，係充滿即係年青嘅盼望嘅積極，節奏上面咧係好 lively 嘅，有少少頑皮，摸到少少今日中國特別年青人嘅心聲咯。其中一個音樂裏邊一個嘅技巧，就係點樣真係去用節奏呢樣嘢捉到你嘅聽眾，令到佢隻腳喺度揼地，令到佢心跳可能快少少，呼吸可能速少少，咁你已經用呢樣嘢感動到佢啦。唔淨止係聲音感動人，係嗰個節奏，點樣鋪排我哋對時間嗰個理解、嗰個經歷，即係無論係喺音樂嘅節奏或者喺日常嘅節奏裏邊，你自己坐喺度或者等巴士3分鐘，好長時間，但係
同你嘅愛人度過3分鐘，可能哇，即係覺得好開心，時間過得好快。感覺上，在這片刻途上，60分鐘也像是無限長。所有嘅節奏就係講關於時間嘅，點樣去度過時間，而時間點樣可以度過得快咧，就係一定要分節奏。第一樣嘢就要調整下你嘅生活模式啦，唔好即係24/7都係個工作咯。然後咧，你應該係為你自己去嘗試揾一樣你自己會中意嘅嘢咯。因為如果當你揾到一樣嘢你好中意嘅時候咧，呢種快樂係冇人可以話到俾你聽，係你自己先會感受到咯。